来，各位咱我三个朋友大家好，咱来看一下 H 期提供各位参考号码。首先，咱为顶年2024年8月27号开始来看。8月27号，来0513做伙开出0513做伙开出来下一期，来等第5尾8月28号第35。来第二组，顶年12月2号。来，顶年2024年12月2號0513做伙開出來，來下一期第5月15。來第三組，咱今年1月11號，來今年1月11號0513做伙開出來下2，下一期來1月13號第35。來第四組，今年3月22號，來3月22號0513做伙開出來下一期來3月24號第2535。上尾一組來，咱今年4月1號0513做伙開出來，昨0513做伙開出來，下一期來5月。來其中35是咱內底4期開3期，5期嘛是連總2屆5期。以上號碼提供咱我3九位朋友參考，感謝各位收看咱會員朋友會記看咱會員影片，祝歡迎各位加入咱的會員，祝各位攏會使順利中獎。